免俗用的咯。冲牙膏啊，冲牙膏，行水风係嘛？嘿，係條行出來，看到幾片貼片講。你的頭腦冇在懂茂密呢？嘿呀，唔戴假髮，戴假发，真的假的？真的啦。亂講咧。老師在美國學習，對那怎麼會想要回來合唱指揮貢獻給台灣的這個客家這個音樂？而且還是客家合唱團對為，什麼客家合唱團。哦，從美國錢花完你就回來了。三姑娘那窗啊，心落開喲，莫從各位心所，老爺打擂台，老爺跳下來，鄉親朋友大家好，阿鳳姑啊來，，今日大家好。哎呀，就好。係咪抄唔抄啦？抄唔抄？本來三過了，現在唱到三過，又唱到頭擺。哦，跳擺我們哦。其實講好了，嘿哎呀，講好了，而且我們講好，你唱錯要罰錢呢，金錢有一些不要啊。請你吃牛肉麵嘛，不要這樣嘛。啊，好了好了，對啊，可以好不的。好？那我等一下，哎，幫我加個小黃瓜，謝謝。好了，也要來段的流行歌曲組的暴力爭霸賽，目前 V 面炸6關的要不要停？恭喜恭喜！你為什麼會這樣比？這樣是哈這是第七關啊到戰的那種感覺。這是第幾？沒有，他剛剛是先這樣。哦，第七關的意思。對啊哦，給他多第七關啦。哎呀，第7關。希望嘿希望嘿，得上你願望啦哈。嘿嘿嘿，準順順就本幾個。因為現在挑戰朋友。嘿，嘿一唱有雷歌。越唱越來歌，有來歌啦有來歌來，嘿先來介紹下你評審欣賞下嚟啊，好，歡迎葉家樹先生、齊家偉先生、齊思飛先生、總飛先生。好了，馬上進行佢比賽啦哈。TV 朋友來自投演評審，聽秀整帶來人生舞好嘞，台。彈快啦。人生舞台喜难言，一路靠自坚，脚步踏稳，途理想一步一步梦航偏。台上演戲3分鐘，台下學13年功，佢從前唱木浪衝，一步登天必虛空。人生舞台喜难言，一路靠自坚，脚步踏稳，途理想一步一步目航偏。台上演戲3分鐘，台下學13年功，佢從前唱木浪衝，一步登天必虛空。係，修整之後係。有來歌哈。啊，那叫來歌。嘿，哎嘿，你啊，那個
流行组的新人啊，流行哦，金钱的传统族之诶，前有参加传统组，哦流行组第一摆来参加就操，系嘛，系嘛，第一摆，哎呀，用我上我编流行，系啊，有冇得专一比传统传族诶？统嘅咪编嗰度製作單位咧，喺藝作喺藝嚟吃宽啊，吃宽啊，流行族诶。哦，安太淡。你唔會啊，衝得尾好衝以後啦，係啊，喉嚨很乾聲啞啞的，真的哈，踢叫冇進來咧。但是入面安尼啊，參賽朋友也留下目前留下嘅 CV 全部當厲害。有啲我講哎呦，我去送死啊，係啊，無效啊，係啊，我係上啊。某一天哦，對啊，所以對這個東西，有時候他們會忘詞，分數就扣掉。對這個東西自信啊。哎呀，自信就是美。來告啦，衝過，來了。好嘞，來，衝出來，向嘉秋老師公平一下。好來，小姐啊，我是講講佢踢緊撞嘅，真正踢緊撞哈，從佢嚟講，我休止符家跟休息半拍家，衝佢你就在那邊等到啊，躺喺度就真奇怪啊，就摸槍講，因為哦前面休息半拍兩。下國嘅技術是，它是要那個力度增加，就要把那個後半拍當成前半拍的力度加在那個上面。你衝去做無空中的，所以你嘅想法，然後你衝嘅方式是有得無空中。所以呢，天機啊衝唔熟噶，第三機就都後背來，個嗓都鬼下變態的，就整個發音都不對，已經沒冇準啊，就真大聲啊。唔過哦，他經常是做得練得出來，還有根本嗓沒冇清好吼。你都要學到，後年跳走啦，走嚇，要將清唱我很多嘅感覺啊，較深一點啊，天氣那麼冷好不好？繼續加油！我希望你今天成績會很好，好啊！你希望，我希望。好了，什麼事啊？看有多好了，看一下了。看一下聽修整個分數。這個學校成績來講，90.5分是已經很好，是一個甲。對，哎呀，已經是甲了哈，甲上吧，甲上吧，哈，哎呀，甲跟優這一類。OK 啊，優等，好嘛，謝謝。安子先做別當錯啦，啊，對，咁我等下還有幾筆哦，好難講哦，難講，係咪哈？好啦，沙下來，沙來，願見比帶來，拜拜，講什麼？人清清孤單，心滾熱啊！愛終於困境，愛自己。地久天長，虛情假意，用每次漣漪。巴黎眼神表明用心，以期望嘅愛唔輕易。浪漫把戲愛得萬意，夢想用半個愛情。愛曾經愛你勝過自己，已唔知真相兩本心，愛唔會回頭，從此以後點點一剎行下去，拜拜講什麼，愛唔係伊心中嘅最愛，拜拜講什麼，夾夾離開親密嘅乖乖牌，拜拜拜拜拜拜。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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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講什麼，愛唔係伊心中嘅最愛，拜拜講什麼，夾離開情意嘅乖乖牌，拜拜講什麼，愛唔係伊心中嘅最愛，拜拜講什麼，夾離開情意嘅乖乖牌，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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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哦拜拜。拜拜拜拜。
你冲跳狗鼠了你找到哈你的歌路了，哎呀，真的找到歌哎，路了。董彪呢哎，这很放哎，对，好爽，是不是？哎，很舒服，舒服舒服，哎，舒服。有自己唱快吗？你自己有舒服。有舒服啊？自己唱的很畅快，对嘛哈啊，懂听嘛游刃有余，对吗？哎，对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有嘛，有那种感觉太嘛， enjoy，有时候 enjoy 哦，这个感觉很不错，感觉得出来啊，对对对吃到个气氛有做到啊。哎呀，歌词有唱错吗？冇冇，哎呦，拍子有跟到吗？应该冇哈。拍子好像不太确定，刚刚小康老师都没有在你耳里。我听好像还不错啦，没有啊，还不错啦，有啦不错，有啦。还是贝斯老师没在你眼前，安江，安怎么可能没他有？都躲在后面，嘿没？哎呀，哎呀，哎呦，对啊，他现在选的歌路都不一样。不，我知道跳山青斗的狗品，给狗品懂多，给就懂干跳山。哎，金钱是比较保守派的。反正他可能就想说，我再怎么差，我也是会留下来。对啊没有我就试试看啊，搞不好放手一搏，我就坐上去了。没，抬杠是动力哈，动力哎，懂你会搞不好实在发了。唱对歌路真的就坐上去了，对很难讲啊，对啊，你这就状态很高啊一个歌路走到底啊，哎呀，也是一种对，方就专法子。门找这个方面的，黑某要适合自己的。对对好对对对对，好吗？哈好，来，好，冲手来，向上帝欣赏。因為以後，其實我知道特別你挑戰你自己想要挑戰嘅歌曲，我如果本意當一開始嘅基本分。唔過你聽香港你挑戰某項類型嘅歌曲嘅時間，你做得駕馭它嗎？好，要是不能駕馭，我練習的比你平常時熟悉歌會很多。當然我第一呢首歌曲你可能要練。唔過，我知道一直以來都有拍嘅問題，呢首歌曲完全都凸顯了你拍子的大問題。當然頭前我知道以後，因為呢首歌曲主角嘅咬文字較多，嗰個特色是要唱清楚，就冇簡單嘅。有些歌你是囫圇吞棗過去，然後後邊冇音冇咬清楚嘅話，譬如講你唔知真下2分行，有冇？你是行。因為你懂特緊張，想要唱海記嘅，特殊歌曲每一句每音一聽懂重要。我發現嘅地方，所以你拍嘅真緊，我們越聽越緊張啊！高鐵要趕不上了。特別呢，拜拜講什麼，老愛唔係你心中嘅最愛，你特句你拍嘅都唔錯，唔係講唔錯啦，係講你一直在趕，然後你自己唱嘅冇。不確定嘅話，你當然都不懂講吼。唔過我知道你要上唱呢首歌曲應該要懂好誒，吼。當然因為那個搖滾的那個嗓音吼，我知道你做得用，唔過幾首歌曲用嘅話，它就沒有技巧，它就沒有亮點了。我記得你以前冇用按度，呢首歌用太多誒。拜拜有懂多種啊，拜拜最難唱。拜拜有難過的拜拜，有開心的拜拜。你再去想一下，唔講我近邊係呢本有基本的分數，因為我知道要挑戰這家魔術師歌曲，我做一難，好唔好？繼續加油。哦，好，拍嘅問題會不會是壯壯老師？拍子問題都找他，對，都賴給他。不是莊老師，你眼睛要睜開一點嘛。他有有嗎？他有，他是醒着上班的，不要這樣。哦，哎呀，這拍的真的，這對他的真的。尤其係夾歌。對，好來看一下夾嘅分數。看一下袁建比嘅分數。哎呀，第四3分冇問題。對，我就說嘛，他再怎麼上，也不會。留下來冇問題。好啦，加油加油！好 OK， 好，真係別當錯。沙下來，李小怡帶來鳳飛嘅發言。好嘞，彈完了。哇，你的聲音快發不了聲了，是不是？你是怎麼？看摸啊！前幾年都太歡喜嘞，因為你想啊上暗號嘞的練習，哎，練完隔天不見了。緣分啊，緣分啊，給你緣分。但這樣講話蠻好聽的，我也覺得我最近很有氣質。對啊，你今天這樣子很有氣質，就是突然講話小聲起來。沒有那麼吵，對不對？他之前就是夢。
的疏散，就年来，我们后嘅卡动苏风无比嘅跳上跳下，佛堂前嘅花言，观错上都人安过，佛檐下嘅眼泪，佛走到太门边。风飞嘅花言，拉到人都带走奈味。风飞嘅家言，用伴无人来打扫。初多嘅秋风对北面嘅河坝，在夜来，躺下背嘅苦恋树，当得落孤单单，无通风嘅走树呀，风来吹到满天边。沿头下的杂鸟诶，无人来插旗。风飞嘅花言，抓到人都带走奈味。风飞嘅家言，用伴无人来打扫。嗨嗨，嗨，李秀仪，哎呀，哎呦哎呀，这首歌也是， 1997年，严志文信上写的，不过咧系关节改编的版本。哦，关节的版本难。怪我们的听起来 Jazz Diva，这觉得很舒服。哎，错，哎有这种 himi 啊因为，AC 他也本来其实好呀种节奏的喜欢那种挑战不一定成功。对，哇，你的声音你怎么了？快发不了声了，是不是？你是怎么？感冒啊？前几很抖年都太欢喜嘞，因为你想啊上暗喉嘞的练习，练完隔天不见了。嘿啊，嘿，嗓音唔见得。怪我刚刚就是听你冲的时间就比金钱比较嗓音他吃啦，嘿就是比较出来。对金门有他保留些嘞，对，完全就是很多的关黑，就是闷闷的比较薄对啊这边的声音都没有了。没有放不出来。哎，吵。啊。哎呀，这个保护好。但是今天这个对啊歌还可以啦，对啊给后的没从懂泰国的泰所国的歌以讲真的，的，每一个歌手哦，嘿真的都不是每天状况都很好。对啊，对呀，因为我们是人，不是哎 AI。呀，不是 AI 啊，对呀，哎呀，各式各样的状况啊，声音听不清楚啊，对啊这条都有可能发生。吵。好吧，对那这个也没办法。缘分啊，缘分啊，给你们缘分缘分。但这样讲话蛮好听的。我也觉得我最近很有气质。对啊，你今天这样子很有气质，就是突然讲话小声起来。没有那么吵，对不对？他之前就是梦，他就是会很 drama 的。压力摆脱嘛，他今天就是梦那天就差不多有没关系，我们随缘。这样好温柔非常优雅的女孩子，是好好珍惜大家。来非常优雅，是自己说的吗？啊，来讲视频欣赏公平一下。好来，哦，小姨很好，唉，大家都感冒。哎，真的，係啊，哎，然後 OK，近邊帶來一嘅放飛嘅發言吼，我這段透過嘅係有自家個性，我所以當好，所以特別來聽唱歌有一種當享受嘅心情，來聽近邊來唱埋嘅歌嘅吼，係一種當好嘅一種當好嘅發展。近邊帶來嘅有首歌曲啊，
刚刚講到因為感冒嘛，所以我知道應該有多少會受到當多影，應該多少會受到影響。我用辦講咧，因為亞洲歌曲用種華爾茲的，第一咧我先講啊，好，主要亞洲歌曲華爾茲的 grooving， 因為它帶有一點小小迷幻的感覺，可是我感覺不到那個迷幻。哈，嘅聽咧哈，聽嘢就係講，一個華爾茲 grooving， 因為還有兩個歌曲嘅歌型，兩個音域，整個音域的感覺，它並沒有很寬到什麼狀態，還有兩個強弱點並沒有那麼的強，冇按強，所以我家做老師先生講，這個按歌曲就要更注意到藝術歌曲嘅故事性。從歌嘅用版老樣嘅歌詞嘅故事性，然後給勾勒出來。那這勾勒的方法有很多種，可能包括去講用版溫馨啦，用版去發揮一個詩嘅發展音準嘅部分，用版來控制好。不過入邊可能狀況不是很好，所以呢，人個戲演嘛，我知道相當好嘅利用，不過大概用的都失敗了，有點可惜哈，有到大爽，所以因為又要懂強鬆，不過嗓音又沒辦法懂很好的掌握的時候，你就會出現很多的瑕疵，這是比較可惜。不過我比較希望我希望看到的係要說歌曲的華爾茲的那種柔性度，你做對老家嘅強弱點，把它更明顯勾勒出來，我知道會雖然講感冒，不過呢，佢可能還有另外一種可以補強你今天不足的部分，那個部分反而是今天我會比較覺得較大鬆的地方，好，安是誰？好，先生，慧茹老師，先生。其實我跟你講過千多遍，非常多遍。雖然你今天感冒，但是我覺得你今天有很大的部分是跟你感冒沒有關係，就是位置。我一直告訴你，你唱歌的位置總是跑來跑去。我能不能期待哪一天你能夠把這個問題調整？你一開始進歌我就怎麼一樣？你可以練歌的時候就因為氣聲好，不是你天生的那種強項嘛。你的聲音爆發力本來就很好，但是如果說你要去練這個東西，你一定要包括你連講話都練習，把那個位置固定在同一個地方來講。你一定要練習會這個東西。你如果不會，你每一次唱歌就是忽好忽壞，忽好忽壞，這個很重要，你知道嗎？這個跟感不感冒另外一件事情，對，真的沒有關係。這個你感冒跟沒有感冒，我都聽得出來你的位置到底有沒有 hold 得很好？你的唱歌跑來跑去，跑來跑去，想要這樣頹廢的時候就變這樣，突然間上高音，就上不去。如果說大家一直定在那個高音的地方，你又可以很好，但是你只要有下來再上，你就會爬來不及，音準跑來跑去。很期待你可以調整，真的，你一定會往前大進一步。好，加油！好，所以嘉修老師，這個其實我是覺得蠻可惜的，因為我覺得剛剛我把耳機專門拿來聽你唱的這個部分，我剛不是說，你僅僅就是很努力在講一個故事。我有一點還是跟我你聽的這個原唱應該是關靈芝嘛，對不對？關姐她唱歌的時候，她有一個很厲害的地方，就是她是用西洋式的發音在唱歌，也就是說，她唱這一類的歌曲的時候，她嘴巴是包在裡邊的，她的字是咬在口型的後半，所以她整個字是包的時候，她整首歌的那個在走的 grooving， 不管我走到什麼樣的 grooving 的時候，就像剛剛說的，它的共鳴區不會換太大。那你今天呢？講實在，你還跟我說，我第一次我聽說你選到這首歌的時候，就你很聰明，因為今天已經喉嚨反正荒廢掉了，就選個荒廢的花園來唱，確實有那個荒廢的感覺。聽大頌這種荒廢的花園裡面要有一個很簡單的東西，就是說。你在講故事的時候，你也要有荒廢的那種，這種嘴巴呢不要動得太厲害，然後把它包在裡頭，那個感覺。如果你今天有做錯了，它可能是另外一個光景。當然啦，因為這裡面我當然是抓到你好幾個地方，就是換氣的位置了。我覺得你好像從以前到現在換氣的位置都不太設計的，就是唱到哪到哪，其實不對的。你應該要把整首歌從我剛剛你要把歌詞想清楚，說這個句子是怎麼樣，到那裡應該換氣，到這裡應該有一個句型，
鬼要做出来。所以我这怀疑你是不是有照上次有一次我跟你讲的说，你要把你的气口打勾，在那里才能换气。所以你要设计好你的气要到什么位置，然后下一个句就到哪一个位置，那个做好嘛。做好噶张磊冲，你心情就没空容啊。你的拱发没有一个，比如说我一个段落怎么设计，都拿什么要提高，什么降落，那你的气氛就不一样。再加上你把口型再包起来，我平常不喜欢这样讲到那么多，可是我还是干不过。你清大颂，你的天分也不错，表演的内容讲实在，它也很多样，还有赏他就是丢弃了，他就很奇怪。像景妹，我就觉得啊，天时地利人和加在你正好在荒废的状态之下，一定荒废的很厉害。可是他真的荒废到另外地方去了，就是所以还敢不讲？清大颂做的东西没做好，这就是你的问题了啊！一定要加油，好不好？哎呀，那老师都有心啊，都希望你能更好。对呀，对，好，来看一下两个分数。看一下李修一个分数。来。哎呀，有心一点不？还可以的，不要哭了，水不要那么多了哈。过敏了，又过敏。哎呦，谢谢。技巧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训练的，真的很棒的演员哈。这个一讲到什么水就流出来了。对啊，那个演就是很情绪的那个感染力很强，控制度很好。哦，来，好，来杀下来。杀落去，总理带落片子歌。好嘞，弹过来。新年喜哟，娘啊金片子来无人知，阿爸问娘呀是呀嘛该哟，爱呀是竹冲啊草公司，安详是草公司。爱是竹冲来草中哦，哪来是哦，哪哟草啊中是哦。也是呀春分咯，娘啊金片子来跳滚滚，阿爸问娘也是呀嘛该哟，爱呀是果子见阿春，安详是见阿春。爱是果子来见阿春哦，哪哟见阿春哦。壮烈，哎呦，对的，很认真的一个歌手。根本迄偷个陈碧也狗诶，陈碧根本无来。对，但是就是感觉上就是比较柔弱的那种陈伟如，好柔弱。陈伟如毕竟是摇滚歌王，对，冲摇滚动力。今天把这首歌诠释的不同的味道，对，害喜比较严重的，害喜，就不够哎。不够，害喜比较严重，好像很难过的病子歌，有一点不对，可能刚好怀孕的时候又离婚，然后太悲伤了吧？对，怎么那么可怜，你知道吗？那个董英子呢？从一开始来，偷个董建南那个，一次都俩他那种，随着程度那个增加，他的跳的歌难度也越来越高。对，所以这个你还离不开有接练。你还
你黑牙不用好糖的歌哎，老婆会是你的歌库。这首歌我自己选的。哦，你自己选的。哦。我想要去唱一条它传统的那种，所以氛围把它唱成流行。哦。对，传统歌新唱这样子的感觉。对，刚好这首歌就是这样设计的。嗯。他老婆有听你唱过吗？有。他老婆觉得就不能自己人这样子，在家里都会练。老婆婉转的拒绝讲评吗？他一定说好啊，可是我要求很对啊，自我要求，自我要求，对啊，对，一定老婆一定情绪价值给好，怎么有可能？嗨，唱这个好难听呢，你为什么不可能这样嘛？哦，对啊，只有我老婆会这样。不会吧，罗嫂不会吧？我老婆就是已经那，因为。我们有时候你可以到外面一点唱吗？浴室有没有？这里有点吵。就洗澡的时候就会还挨一下。然后他出来说：“奇怪，为什么你每一次在浴室跟你拿到麦克风在舞台上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开浴室，浴室唱的比较好吗？他说很难听。说你在浴室唱东南堂，就是比较没有压力嘛，就不需要太要求自己。对，不过唱歌就是要在练的，对，多练越来越好。对呀，我觉得有越来越好。但是专业的老师我不确定。对，非欣赏公平。老师好，张力，真的你让我很感动，非常。其实，每一拜唐你冲过一次比一次就是情感动，真的。从刚开始，你来就是想说唱歌，因为想要唱客家歌，然后给太太听这样子。然后中间也有遇到很紧张的时候，差一点点，对不对？但是一路上你走过来，我看到你每一拜你挑选的歌曲。某汹涌，一直挑战你不同的东西，让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感动。好，真的要继续加油，真的很棒。谢谢老师。好，那金凤丽聊述歌曲，我觉得你也唱的也很好。但是那个节奏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前面的每一个字的第一个字你都会稍微快一点点。好，前半就是 A 段的地方，就是比较前面的前4句，后面就比较好。第二遍歌的也会有一点点。所以哒哒2、3、4，哒哒那个进口的第一个字都会快一点点，好，就是有一点点可惜哈，但是就是个小东西。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那个尾音你要把它咬完，比如说恭喜，不然就这样断掉，西还是要有个收尖。然后再来就是春也是，虽然那个地方你想唱短，可是不能春就没了。尾音还是要把它要把它咬完，我觉得比较好一点，才会有个收尾，不会这样突然切掉那个感觉。切掉的感觉就整首歌会突然那边突然有一点断了那个感觉。好，爱丁唔系客家人，鼓手你在就是从客家话这个咬丝的部分，你就会要特别的更用心去看一下怎么去收这个尾巴。好，再来我想要跟你说的就是那个地方。你不能只用喉咙想要冲上去，就会很紧。你身体有很多是可以运用的。因为我第一次我发现你上不去，第二次我就特别看你，有一点还是上不去，那我就看你直邦邦的，你靠这个地方不够，你有肩膀，你有肚子，你有整个身体，所以你这个地方上去，不要只有这里，肩膀也可以上去，肚子一个，用肚子的力量。带上去，这都可以用。你试试看，如果这样子的话，你不会只有这个地方这么薄的这个声带去唱那个音，就会扯嗓子。你运用看看，把你的身体拿出来，不要直直的，肚子顶一个，这里上去，身体用一下，那个音一定会上得去，因为对你来说不高。但是因为它整首歌是突然间是一个最高的地方，那你的位置，我觉得今天也要值得鼓励的地方是你的唱歌的位置也是保持得非常好，这个我真的有看到你的进步，从刚开始整首歌的位置都很好。那很好的这个部分，你觉得那个音特别高的时候，你就要用到你的身体。帮助你，还有面颊的地方。好，你回去再试试看，我觉得那个音就会上去。好，很棒，谢谢。好，来，看一下大家分数。看一下总理的分数。好嘞。我操！
是舒适一点，好高分哦，加油！好，金娜姐，谢谢你。不会，你等一下你就坐下面就好，你等一下还要出来。对，有准，等一下一定会出来啊。好了，下来，要不要停带落去抢唇？好的，躺了。我所有情的天空，随风怎样？爱心跳流通的记忆的命运风景，看到留下来的记答的眼眸轮回，人生本来就是安样，无来无去，梦想结路。不是感慨，不敢风雨。跳摆空个计划，和期待的梦想的长春。踏上不敢失败的勇气，乘风开创打拼。跳摆讲个计划，和期待的梦想的长春，踏上不怕失败的勇气，乘风打拼，坚挺的心强路难行，爱强勇。缺个电钻是不是？需要个电钻吗？他们搞不好会觉得那个太老派了，他们的音乐很80摇啊，没有80年推的感觉啊，就是要有速弹这样。哇，这个音乐季真的看给刘安的表演，亮闪就会震撼全场。你过关是有奖金是吗？你是在一人一半是不是？你来帮他是友情赞助，友情完全友情。通常我团呢，给拿个你的车马补助费，他不会分你一半。我就不知道了。这个他就不知道了。那就从来没有啊。还有拿车马补助，还是就是这把吉他？会请你吃饭。还是就是这把吉他？没有这把，因为他每一把吉他也是所费不吃。哎呦，对，是，今天又是另外新的。没有拿过了，拿过了是不是？哦。哎，真的年轻人可以把吉他驾驭的这么好。他的创作是吗？这是新的创作吗？没有，这是，这个是。我刚学音乐，第一首写的歌哦，嘿，抢唇是青春。对，其实我有想过要把它再改的
比较好听一点。哦，因为那个时候太喜欢80了，对所以我写这首歌。然后那时候这首歌故事主要是讲，因为我家里其实很反对我玩音乐，所以可是我就是有一个我家里叛逆的心。对，爸爸以前又是音乐人，所以我就写这首歌。后来我想说不要改好了，就照原本的好了。对啊，这个才有就是80摇的感觉初心呐，对啊，对啊。80年推嗰種感覺，難的就是客家詞啊，改成客家詞，各做客家詞，各做客家詞，對啊。那至少我這種60、70年代聽起來是就很符合啊，對啊，對不對？我剛本來想休息一下，被你吵到沒辦法。我老公說啦，他很認真在聽，同音直我剛剛真的本來差點睡着，我還一直打哈欠，哎呦。越聽越起勁了，對啊，真的開始飆起吉他，哇！那看你們這種爐火純青的這種表現，哇，太屌了。沒可以懂吼啊！從手來唱，嘉修老師公平一下。一點實在今天真的是演出是真的很優秀哦，歌也寫得很好。你不要就像你講的，做客家詞不容易寫嘛，哈，所以要寫到那個韻味裡哦，然後符合那個講話的那個語氣啊，實在講。真的寫得不錯，整個歌感覺上都不錯，所以在我這邊呢，除了要評你的演出的分數以外，還要看看你現場表演的部分，彈吉他的部分哦，彈樂器的部分，然後重要的是還是你今天因為是自己的作品嘛，所以這個作品，講實在，我覺得這個作品雖然你說想要改，但是我覺得因為它蠻單純簡單的，而且最重要一點是。它很有原創的那個感覺，簡單講就是 AI 做不來的東西啦，就是很實在的、很投入的哈。那唯一的一個小我要挑的小毛病就是可以是最後你要結束要台上要把那個唱歌那個你要準備開始要吼的之前那個台上的嗓那個音就感覺上就是準備要後面要唱的時候。突然分心了，所以那個 pitch 稍微差了一點點哦。但大致上講起來，我覺得實在很難再挑出其他的毛病，因為第一個是你自己想要寫的東西，然後你表達的也真的，而且在今後，那我也鼓勵大家，尤其在座的其他的歌手們哦，你們最好呢能夠會1-2樣樂器，因為這樣的話，第一個他拍子不可能錯。對，至少他拍子不容易錯，然後呢，整個呢在唱歌的時候那個。因為他在玩樂器的時候，你就會發現他對於音樂的那個共鳴的位置，比如說吉他6根弦，他就知道在哪根弦上，他的聲音是什麼什麼。他有很多東西，你的不知不覺你會被你所玩的這個音樂去教會你很多東西，就是你知道同樣的一個音在某一個位置上的話，它的唱法不一樣，它應該用的共鳴趨勢不一樣。所以我很高興哦，今天一騰能夠做這樣一個完整的演出哦，我覺得。以前也許沒有辦法讓我感覺那麼深刻，可是今天這真的讓我感覺說，他應該算是爐火純青的，已經在開始做一個不錯的創作人了。是 AI 做不來的，AI 做不來，很棒很棒。來，我來請目前的青狗粉，青狗粉來，總理了，哎呦，修整記就排誰了哈？喊100張來。哎呦，好嘞哈，拍100張來哈，排謝哈，好，冇做嚟教嘅人嘅傳統組，我放人再來哈。好，來，咁啊來看葉玉婷嘅分數。因感覺用動演屬用嘅咯。唱牙歌啊？唱牙歌。行水風係嘛？係台灣行出來，看到啲片貼片講。你頭腦冇咧懂茂密呢？係啊，也係啊，戴假髮。戴假髮。真的假啦？真的啦。哦。現在。亂講咧！好，來，咁啊來看葉玉婷嘅分數。好。哇！96點分，我又要幫你拿吉他了，我是你的吉他小妹。恭喜，來，恭喜葉婷搶登上 V 面炸破 V， 踢7關 Lucky 7。也來到呢傳統組嘅4V 爭霸賽，目前 V 面炸1關嘅表演冇成績。
恭喜哈，嘿我还有继续做下去路长而行哈，冇错，一辛苦的那个呢，救官啊，冇啊，迄讲嘅实力当坚强嘅吧，救官当家，顺顺的一下3人也过嘞，好了，今日没有一位新的挑战朋友，欢迎，对啊哈，来比赛之前呢，介绍你评审欣赏，好，欢迎，李秋霞先生，恰奇贵先生，曾明珠先生，魏生琼先生，先生好。係，是位欣賞好哈，來欣賞介紹聽呢，馬上就進行今日比賽。TV 來自新竹竹東彭水牛帶來老山歌。來，彈過啦。명리母亲长男，爱的流。身冲强呐，水大航山。出彩后呐，风茶流。高国安螃蟹行呐，水牛子哈，哎呦，鐵敗來嗎？嘿，鐵敗來啊，哎呦，感覺用當面屬樣嘅咯。搶牙膏啊，搶牙膏，彭水峰係嘛？嘿，我聽我行出來，看到啲片貼片講，對呀，唔是。我要講嘛，冇講咩？因為我查唔到人家嗰個嘅頭腦冇呢，佢雄性那個激素缺乏喲。雄性激素挺多。哦，對啊，所以人家頭腦冇咧懂茂密呢，係啊，也係啊，唔戴假髮。戴假髮。真的假啦？真的啦。幾檔哦？冇幾檔。哦，後背啦，後背啦。前面。哦，哎呦，我現在唔啱講咧。俾你講錯咧。啊，真爽啊，也真爽啊！有年紀嘅時間，你家會落髮。這可能咩我卡遺傳。啊，遺傳咩？係啊，有可能啊。排斥啊，等人家秘密講出來。唔怕。哎，唔怕，哎，你聽我時代還要討論就算了，佢雙腿還悶。這表示他很豁達。係啊，這沒有什麼，每一個人的這個體質冇共樣啊，真爽真爽啦，哎。你做乜想我來參加比賽？係啊。這個開了嘛？做得，做得啦。我到高腰班說時間名模小蘭姐。哦。小蘭姐，阿基推薦我來，結果我已經走得來參加咧。哎呦，就錯了，他很可以對我們製作人下指導棋。對。也因為我嗰個彭水峰比你都實踢，我上來唔知何先知啦，佢
正义考和气。复仇。哦，对呀，同水风泰国复仇就出来了。女性的复仇。哎呦，水风泰国从我懂好呢，哎呦，没亲有痴心哦。对啊，水风泰国咁有冇落台？冇啊。有之前啊，一枪猛死呀用诶。猛死啦！一枪的猛死，没猛死啊。跌破啊！对，水风是动袂冲，上年也动太上个动太管，但是如果给破的吼，我杀较无准。但是落梅金币冲都有哦。其实讲起来复仇呀，复仇啊，来，怎么可以比哥哥差？来，女性的复仇，看到底老师怎么评断的？来，请秋下先生公平一下。记者想给他旁港人的赏亲吼，水风水玉，哎呀。都佢講水風過以前做嘛會打來，講佢有撲嘅蒙混，佢上身件當好當亮，從羅山哥做得嗬，啊佢比佢羅妹彭水玉也來從羅山哥用只有撲啊，但是來到樣板以後嗬，佢人腳非常重要嘛嗬，啊咬死嚟講各方面同你當爭啊，唔過你家喺本見啲呢，你喺愛國字呢所聲咪人講下。表情，表情，體擺較緊。體擺就問題。眼睛你按笑容按親哦。其實他必須表情嚟都沒有本分數呢。其實擺好驚，因為驚啊。緊張啊。轉去唱歌嗌哥哥啦。嗌佢哋落阿鳳強落冇賣就講啊。嗌教你啦，嗌哥哥啦。伢哥哥咁係，伢哥哥，哦哥啦，我講了哥哥是，伢哥子哈，女老師寫非常好哈，要看到電視機哈，奉茶教國旁前行，我以前細就要教國奉茶嘛，用安尼個國啊，教我去哈，個國鳥啊，成胖仔哦，公約都會會咧，真嘅會會咧嚇。所以佢哋嘅意思，佢哋嘅歌詞意思是前兩個安尼一家，對吼，一家有自信，也冇去人人家同佢上漲，你一家自一家就會進步了，我哋追求一家嘅進步，唔好講經常啊，去打對方樣板樣咩？你去打對方樣板，你一家身邊要有自信，做努力，按樣型，哦。所以唔好去人人見，其實屋企樣咪嗌做樣咪出後背了，我哋乜啊行後背嘅按唔好，哦，你嗰時用字嗌感覺係按樣型啦，嗬，啊，佢邊從你按嘅是除了嗰個表情，愛貴之以外，嚇，軟調啊，一隻加油，軟調，從軟調，嚇，我從來未講，個人尊重人軟，嚇，但係唔活。你心學都可能做到，一唔係講我絕對要創新高人，但是你要軟調再加落去，喂，更加好，更加哦，先生呀，來，分分數啦哈。哦，看一下彭水妞嘅分數。哎呀，這分數做得咯，做得咯，係啊，有好多機會一睇哦，體擺來嘛，好，先吞恭喜啊咧，先坐下來，坐下，可以哈，按姿勢，按姿勢，好嘞，撒下來，撒入黃米芹帶來三個字，好啦。
米肯基啊，米肯基哈，而家算退休人士嘛哈，退休的哈，退休咧，退休生活要懂丰富呢。对，懂充实，充实哦。我去做一个上爱做的事情。哦，好做嘛事情。对，要做轮胎嘅分享啊，因为懂啊，这去行操场啊，运通，运通，还有做1点钟的气功。气功哦，气功落健康操。即係講人哋會度太家強啊做啊，太家強，有欣賞都會有攀啊，有欣賞高，有欣賞高。操場咧行快步走呀，還慢步走？他把行就用走。小個會走啊。小啊，你氣功用嘅做？氣功係啊。那是外丹功。哦，那外丹功哦，冇用哦。吐氣這樣。氣吐丹田，又吸氣。對，又吐氣。啊。有音樂搭配。哦，有音哦。有音樂搭配。這個音樂可以。沒有這樣的啦，沒有這樣的。全部錄音嘎啦。哦，錄音嘎。節奏太重了啦。對，老人家都用什麼音樂？他應該比較柔和的音樂。噔噔噔噔噔。米老鼠的，這個有點卡通哎，這個太卡通，就係慢嘅節奏嘅音樂啊，才能做氣功啊，哦，有一點背景音就對了。哦，做1點鐘啊呢？1點鐘，給他拍子1、2、3吸氣，4、5、6、7、8是吐氣，哦，這是吐納啦。對。他會基本要用做那樣。對，因為我們人體就需要氧氣嘛。是。對啊，這樣很多懂得你會有身體會有一些病變哦，就是缺氧嘛，身體缺氧，所以它就會沒有辦法去那個氧氣去供給養分，所以去把那個不好的細胞把它殺死。所以你就要多做一些呼吸吐納這樣子，慢慢吸。從肚子開始吸，然後要閉氣嗎？有的那個健康操就要閉氣，然後閉氣，然後再很快就吐出來，趕快吸氣，然後憋個，然後慢慢吐幾秒鐘這樣。憋着，做唔得憋痛叫一下不冇氣。大沙搞嘅冇馬強用呢？對啊，我有老師教我，就是簡易型的，你隨時隨地都可以做得做。哎呀，或是躺着。坐着用的就做的哦，哎，怎麼做？就呼吸啊。好，跳氣就抽了，對衝狗沒有幫助。沒啊，對啊，難怪佢上岸講，氣岸重嘅啦。衝出來唱 K 個欣賞公平哈，欣賞好。好，呢黃小姐啊，今日帶來一個山果子，加阿鳳姑，老弟啦都會講嘅事情咯。會唔會批樂批到千站？真的哦。該愛搖嘅就搖，該愛飆嘅就飆，該做嘅就做啦。氣氛做主。氣氛做到當好哈。好，今日帶來一山果子哈。其實以歸屬國來講，我有注意到糖啦，人家咬絲方面冇乜問題啦。做玉米嘅方面同樣哈。但是呢，就吃到在過鹽嘅時間。係沒有自家可以較注意些咧，嘅一個平均嘅鹽，哦，冇一下又變較太，也有咁樣，講我都要辣一樣嘅鹽，我注意下，也就今日廠來講，做嚟講就係平平順順，相信因為也係天意拜咧，有多少經驗咧，應該冇乜問題，繼續加油嚇！好，先生，冇乜問題。我哋看一下分數啊！好，看一下黃美琴嘅分數。係。有。冇問題。厲害！冇問題。當然係動作啊，因為運動真係有差呢。真係好，謝謝，安德西，在別當潮，謝謝。好，嚟沙來。沙來，陳李文帶來平板。嚟啦。看做咧去學跳舞，有啲人講唔係學跳舞吼，我老嘅律動咩，叫做律動，係啊，我有可能我較協調的，像我講我哋學跳舞。哦，那有跳舞嗎？都會想。要不要學一點現代的那種嘻哈舞蹈啊？嘻哈？對啊。嘻哈咩做的？你講衝山歌，然後嘻哈動作嗎？邱安勇，衝山歌有嗎？你這個 move 沒有出來，胸肌太大了。你這個 move 沒有出來。好啦，跳鋼嘞。
太里面太高，你好，谢老太好。今日突然要分享一个去哈，设计安尼游览啦，都听听你李总啊游览哈。才20年前的啦，20年前啦，20年前哦，难记得啦哈，哦，你总记得条贴片嘅影影，家下还有上啊，还有上，国通家下都从推你，绕滚你，从个闽南语啊，绕个滚你啊。哦，这种是。忙接触到客家歌诶。忙有忙前忙，家下就推白啦，忙转你。忙转去花莲。摸大就花莲啦。就推白花莲来去。去。啊，就去里啊玩哦。系嘛？听个你个李总为图自强活动啦。哦。李总攀。你摆住去个内湾个行了。内湾个就看到这个街头艺人，听这个这个一个音乐哦，一把他打五种乐器哦。会打鼓就会喷就会。哦，按摩下呢。艺人乐器个。哦，幾多唱歌還要唱歌啊？係佢摸床，佢要打鼓嘅。哦，佢要打鼓。哦，啊彈琴啊樣。係咪你觀眾？有。向觀眾嗬，佢伴奏嘛。啊，向觀眾去唱歌係呐。結果陳雙英咁上去唱，因為佢根本沒有歌詞可看啊。哦，冇歌詞可看。哦，自己動書當做的。啊，我應該是想講。啊，後來我上，可能我已經打上嘛吼，我想誒，那個幫忙一下啦，那就送一場，從兩條歌嘅哦，從兩排哦，結果我就兩推又來參與嘛，陳東英嘛，他是看了我的面子，他說我有勇氣上去，有勇氣上去啊，哦，結果就揼錢多千多隻，喺第8票嘅，哦喲，對不對？本來上來差未幾千，唔帶通咯，未幾千票哦，哦喲，幾打上本哦。唔係本啊，佢個客戶要用錢嚟。因為唔唱歌啊，嘅街頭藝人，同班車外面。啊，佢本個街頭藝人，所以你諗辦看到個街頭藝人哦，我已經打上啊，看到真係個部門個撇腿叉狂喺上一場哦，撇腿兩腿又唔差異，因為天天你咧，就這樣就整個帶動了啦，按就帶動咧。哇，這樣很棒，有愛心，愛心，所以大家就當歡喜。要唱到這個要好唱歌誒。係。好，從細嚟請民主先生嚟公平嚇。裡面先生哦，今日唱嘅平板啊，平貨，嗬，意穩，嗬，唱就按叫咧，啊，然平常心咧，嗬，所以穩唱，嗰時冇唔記得，辦了2張，按時親好咧，嗬，分數做得拿到真高。繼續加油啦哈！你要做欣賞咧，個欣賞牌要拿出來咧。哦，欣賞牌。哎呦，幾多羅山又高咧呀！嘿，真強哦嗬，慢慢的一推緊傳嚟下去，客家人有希望啦。好，繼續加油。好，什麼先生？好，看一下嘅分數啊。好，看一下陳裡面嘅分數。3點5分。哎呦，哎呀，分數咪再留下來，冇問題。恭喜啊！補充。民主老師家人內以外，因為我接上他嘅唱歌啦，所以你今日呢首歌雖然穩，但是一般人家建議，你大音啊，注意。大音本人彈出來你有後音哈，所以盤古可以填的填是。望子成龍的龍是的兩條是彈出來是說你大音哦，比較要講啊，然後你後音做出來，所以會唱歌人高音大音都要唱得穩，啊唱得講哦，高音準、圓、穩，好你要注意記，呢兩條是，加油！好，先生，好，大音加油，好，陳裡面先生，謝謝，陳子識。好，嚟沙嚟，沙嚟要聽帶來3個字。3個啦。唱
真的好。哎，婷记哈。对，你好，你好。哇，你今天穿的很师姐。很有气质啦，很有文化气息，文青是对文青那种感觉。很多那种有没有在山上独居的那一些那种修行者，就会重要这种感觉。这种麻直给散夫要修行了。哦，真的哦，来闹烟修行没一久了啊。啊，不过闹烟吼，还你爱唱歌以外，含通作各方面，有协调表演，嘿，唔会差，安尼做还唔晓得咩？唔会啊，其实唔唱呀，唱。你紧唱紧好啊，同张落嘅时间差咁多呢。我知道唔特別落嘅時間，你通作行啊好。嘿，人家山冇嘛通作嘅啊。唔係啊，之前很啱啦，真是有一樣不協調啊。等下就想講，你看現在會翹個小指，讓他怎麼協調？讓他怎麼協調？係啊，做盡量上啊，看做你去學跳舞，有啲人講唔係學跳舞吼，唔會留嘅律動咩，叫做律動，係啊，我有可能會較協調的，像我講我哋學跳舞。哦，那要學跳舞嗎？都會上。哦，上印象，還蠻通作啊，有。係啊，要想講去搞搞咪好啊，咪錯啦，咪算另外一種嘅運動啦。係，都係這樣。記住要等介紹啊，等你看。介紹嘛，你就亞布卡夫傾請一下，跟沙琪太后嘅就請一下就有咧。公園迄陣個有誒。公園就講建議講嚟學乜嘅較好啊，咱唔好講。跟土風舞嘅兩咪做得啦。要不要學一點現代的那種嘻哈舞蹈啊？嘻哈？對啊。嘻哈咪做點講衝山歌，然後。哎呀，我啷個從細演瓊瑤，我民眾當跳到民眾下，啷個細演而家係瓊瑤。秋安有衝山歌有冇？你這個 move 沒有出來，胸肌太大了。你這個 move 沒有出來。好啦，跳鋼嘞。你等下閃到腰。其實舞蹈我發現哦，真的做得好。其實好的，因為我沒有看過一個董勵志的，其實開始根本都是這種肢體不協調而已，就慢慢的，好差不多1年以後，其實就變得懂厲害，乜嘅舞全部都會跳，連個民族舞蹈全部會跳。然後一來就曉得去錄嘅一樣通，樣樣通這樣。開始拉筋啊！人家身體大塊。你不能懂皮哦，就開始練到後來還做線上。哇！這太厲害了，好像聽到關鍵詞。哦，我看到以後本來想，哎，那我也還來。可以練一下，好一下。算了，那麼老了。你們跳唔會啊？你跳下可以了，唔會啊？你就是那個女團舞。工作唔得啊，用個實，我比你還老呢。唔會啊。活到老學到老。有機會啊，還是可以去學。來，從頭來講，我欣賞了公平哈。欣賞好。他這個好了哈，鳥小姐也好。今日唱了三個字呢，感恩貴跳三個人彈下來哈，老二做嘅水準啊，漸漸呢個進步中哈，當好啦。感恩啊，有2點嘅意見啊，嚟互相探討參考。你係聽呢句唱都係唱。到肯應該肯，你係調高音嘛？為說哈，你可能是喺個人作上冇人彌漫哈，你一點係能夠好柔順的哦，會很好。喺第三句小妹呢，嗰隻潛落海嘅嗰條嘅那是嗰隻氣音哈，氣勢，係我概念啊，我認為講。潛落海落去撲過將來那可能係會順，模擬變成潛落海那兩個一隻是兩隻音讀嘅，可能是嘅嚇，互相探討啦，先至會做個好的嚇。什麼意思？咁大個安尼一下，看一下嘅一下分數越好嘅，好冇好？來看一下，看一下牛田嘅分數。哎呦，公公分呢？57分，因為人資一關啊。係咪厲害呢？我見咩實力堅強。係咪？厲害，恭喜啊！
好，啊，通照自家专业再上课啦，好吧？什么？好，天天练习，安子生。哎呦，不会吧？不会吧？哎，今天大家分数这么好，哎，跟庞孙妞92分，点5分呢？不会92分不会这样子被打掉吧？这个不知道嘞。哎，92分当高呢？92分呢？哇！喊100个来，我就问假哥哥来，忘了万一，忘了万一来为妹妹复仇，一直复仇，一直复仇，吹风太狗那种人复仇，我为我妹妹复仇，冤冤相报何时了啊？好，沙落一vùng梅鎮帶來落山歌，來彈啦。高河川，有河塘啊，沟池流。李连长，哎呀，为人关系哈，系啊，天拜来某一道馆子。有一家是错唔错？啊，真的呀！哇哎呦，哇，自动让贤，哇！哎呦，閃貨上傳，而衝到閃傳上傳啊！啊，一家是錯唔錯？哎呀，天子！哎呀，那個老電影，哇，他笑得好燦爛哦！哎呀，一家是錯唔錯哦？你聽見種了係嘛？有些人哦，有得失心出來了。薪火相傳，薪傳相傳。哎，其實按簡單的詞，洗澡師傅錯唔錯？哈，佢可能就印象到後背嘅詞，佢就詞夾就衝出來。緊張。大爽，人冇通講送一禮拜轉去無卡幾禮拜，所以聽到繼續做阿姨抽試管啊。今日人睡唔落覺，今日嚟啦，係啊。就今日嚟啲啊，唔係幾禮拜啊。冇啦，那有可能咯。壓力安從那可能。這個有，就是有沒有時候去做一些大型表演？安不了專業時間，這那個腎上腺素，你講表演以後嗎？哎呀，不會哦，腎上腺素會睡不着哎，就是盪不下來啊。真的呢，因為晚上想要趕快睡覺，沒辦法嘞。你應該也是這樣。真的。那種腎上腺素就很開心啦。就會動聽啊。真的睡唔着，我想講，哎，真的是冇必大海親和我呀，還會可以上擂台組呀。哦，哎呦，聽用個心情啊。所以這個坐上去略懂，哎，我們了解。哎，我們強用愛就係基本嘅個歌詞嗰條，也冇辦法呀，也冇辦法，錯唔錯就係唔錯咧。我一霎時間扣1分就嚇，
4分1咧，无是叫2.5分，是2分1的。哎，思聪唔错哦。哇，大爽大爽！来，唱秋下欣赏来公平一下。唱歌最强歌词唔记得。我哋唱歌词，我照你讲吼，你上有按了吼，眼有奖，起者就好吼，分数本上能够超过分的。所以你唱唔唱，我相信咧，基本先生多数会让扣掉分啦哈。还有可能基本也压力派啊，因为扎同你按扣，哦，你吹同你按扣。就本你还有本建议就唱歌时嘅最显啊，最白佢嚟，你要按一般嘅搞歌词当那个冇清准。本人咁話，我三個合唱是睇上嘅唱出嚟，音就發出嚟嘛，係嘛？你係本人就建議啦啊！基本你講歌詞唱唔錯，我就唔定義運用不顯咯。哎呦，你也是可以咯，水玉。因為水玉就嘛帶按睇團咧嗬，加油團嚟。難講哦，冇啲嘅評分咯，孫優自己留下來。人家安尼講，佢講嘅都錯嘅。人家講落去其實相當溫養本嘅呢。係啊，用嘅原因哦。我講啊，你阿條同你要出暗講啊。暗講，哎呦。可能其實你嘅做法係嘛？係啊，做法要見，係嘛？你要做乜嘅法？好了，加油啦！唔啲啦。好了，先生，哎呦！但是還要唱天之來都舞台同王強下來看分數嘅哦。想問下你錯過嘛？忙啊！他忙是錯過。哎呦，今日可能有機會哦。有像嗎？當像。自然的。自然呐，现在又会自然了。哎呀，順其自然呐，來。順其自然呐。來，看一下。好，那我就看下來看王梅整個分數。怎麼會？老師對，老師在美國這個學習，那怎麼會想要回來貢獻給台灣的這個客家這個音樂，而且還是客家合唱團，客家合唱團。哦，從美國閒話完了就回來了，類似這種感覺啊。那我就看下來看王梅整個分數。61分，至少留下來啦，孫優姊妹留下來了哦。對呀。阿楊恭喜停機哦，哇！你把手送去了，來朋友搶哦。哎，避免踢館，恭喜停機。向前來電波，哎呦，有個單元當叫冇出現到呢節目度，睇起來當吉他啊！對，今日有唱到滿意啊！今日有唱團體哦，喺台北市哦，發揚客家文化稱讚呢。哎呀！即啲客家合唱比賽喺邊度得名？哎呦！去年同2015年全國嘅客家合唱大賽冠軍，大頭面。傳統山歌組嘅提名。哇！你節目組有唱到，其實呢非常嘅榮幸啊！真係。對，來，我哋先彈佢唱歌，大家好好嚟訪問佢啊！各位，好嚟歡迎一下全球客家聲韻歌劇團。嚟。重做幸福快樂天堂，是為你。
向，做地分世世代代有梦想。一路航波来，一路航来，匆匆迎来，有迎来，有理想，心地安康。一路航波来，跌跌撞撞，匆匆有跌落，有梦想，心中有天堂。哎呦，全球客家上音歌剧团。哎呀，各位欣赏好啊，各位欣赏好朋友，大家好。啊，你现场看下应该有北人沙油啊，哈，哎呀，北人沙，你在老外嘛？老闪光中毒。哎呀，目前现场啊，你有多少人？33。哦，啊，劇團組係33人嗎？唔啦，唔單止，不止哦，唔止啦，唔止啊！我講去錄做啲乜？做啲啦，我通講去錄。我做啲好。啊，全部要一多少人？差不多就43。43，啊，要13做乜嘅冇耐？因為人家就人數限制。哦，人數限制啊！最多做啲場地冇人抬嘛，哦，就場地嘅限制。唔係條下嘅泰國講嘅翻保摩啦，唔係，哦，總統真欣賞。哇！呢個久仰大名啊！謝謝羅哥，謝謝羅哥，拜一下。哇！真是有厲害啊！對，有咩啊？可能真是想詞寫得懂哦，非常嘅真，可能來比賽人係唔記得。你來比賽過嗎？有哦。到10年前，101年還102年？嗰樣是係阿爺啦主持嘅啊。阿爺嘅主持，佢主持10年嘅啊。你是管呢？嗰種賽事咧，係15年前嘅啦。唔會差係啊，錯唔好啊，阿邊打鐵啦。哦，阿邊打鐵啦。
嘅高速跳岛啦，跟高速跳岛。本因打睇按腰嚟做嚟又做呀。唔係，本來就做咧。本來就做合唱團。本來睇擺係撈賴撇蝦先生，因為當叔叔。賴撇蝦，這個是國寶級的先生。賴撇蝦係個陳松勇先生。哦，陳松勇先生。哎呦，佢種同我讀部門啲客望我哋最優秀嘅陳美雲老師。美雲先生嗬，咁咩客家人？唔係客家人，1/4啊，1/4，那就是客家人。對。而且有溫度就係血脈的。對，難怪。所以會講嗎？唔會講客嗎？一點點不太會。一些些的啊，對。人家都少會咧吧，因為高雄客家高嘅啊。都少糖嘅是一些些。糖多嘅就會。所以我請教一下嗬。一先從30人賽有來按呢節目參加過比賽，有冇？莊先生以外，還有其他有參加過嗎？咁有冇？係喲，衝浪後唔是來過呢？因為我女嘅先俾打鐵機唔敢女啊！先生都俾打鐵啊你啊，意思啊你啊？今非昔比了吧，先生？開玩笑，愛啲啦，保養太自家。這個真的非常具規模的這個合唱團，又衝得好。沒人家鄉親的店鋪接會有請安尼當到鄉親，冇做歌唱班的先生，歌謠班的嘅合起來，哦阿唱啊，但是也真嘅要專業。哎，今日發覺到哇，也真的唔糖到唔會發雞麻皮嘅，會雞麻皮會呢，對啊，也真見痛汗嘅。雞麻皮真見好衝，真見衝得動吼。係啊，所以一個團體嘅成立一多年嘅時間，多啲下掹嘢20年嘅時間哦，當初做乜嘅成立一個？其實也有隻故事啊，有隻故事。後擺賴撇蝦先生就到特別是教嘅歌謠班，結果佢嘅退休時節咧，叫啊，你就按動音哈，這個讓他流失掉打樁啦，結果佢呢，佢是剩7集咧，讓我去文化局登記講全球聲韻歌劇團，客家全球歌劇，他說你去這個。報名一下就好。藝文團隊先把它名嘅按起來啊！佢先拿按起來名。哦，寫登記。佢老個局長講去登記一下。到什麼這個立案團體嘅宗旨，佢叫我們做活動。登記了以後就可以申請補助嘛，係嘛？做得。冇一天啦，知秀 A 啦，至少要登記有案。對，沒有名目才可以申請。對，因為補助那些哈，有點麻煩，受他們的限制懂。對。哦，所以就登記落去，啊冇辦法一天都順利註冊嘅。哎呀，多意思。是趕鴨，被賴碧霞老師趕鴨子上架。他覺這個很多學生，很多用心哈，就打散的打樁啦。真的。那個留下來窮下來唱歌。所以全部台北市的朋友都是當初賴老師搞出來。冇吧，你有後生的啦。冇。這有小妹妹誒，留下來冇叫啥嘞，你係全部攞嚟啊！全部攞哦，那是7兩歲嘞，跳那麼就冇嘞，冇看出上80兩歲啊！當天啊，唔過看得出來嘿，就是比較長輩啦。對，跳那麼本識講嘅，本也不用識講嘅啦。哎呦，你家太太啊，哎呦，為什麼長那麼多？她頭髮烏黑亮麗。我的借她。哦，你正常啊，也真爽啊！哦，因為有個關係，鼓手上成立了個歌劇團。所以演修都2年10年，所以也都欣賞迄全部專業的嘛，也係訓練出來，特別訓練出來，也本身就會，因為我欣賞董偉高啊。老師優秀啊，學生跟着不得不優秀啊。梅文老師啊，梅文老師留美回來的，對，合唱專業啊。對，老師到現在還沒講話，對不對？對，我們連名字都還沒介紹呢，老師甚至麥都沒開，是不是？來，老師，有可以。老師，對啊，我們大家好好介紹一下，老師是這個陳梅文老師，老師好，陳梅文老師，這個漂亮哈，身材又好，風韻又好，因為你的這個當指揮啊。
你身材一定要好。嘿，对啊，因为你要背对人家，背对人家，你可能要看到你那个婀娜多姿的身材，有没有？没问老师，没问形商。哇，老师是也是专科毕业，专科啊，对，我在大学主修声乐，后来到美国学合唱指挥，那很荣幸能够带到这个合唱团。哦，对对，有这样的缘分。美国学合唱指挥啊，对，这个合唱指挥还要学啊？对，他指挥懂冲腰呢。哦，是啊，对啊。哦，他不就拿着一支笔这样？没有，不是哦。交响乐团、合唱团都要看指挥的行动做事的。对，我知道。大声、小声啦。你看流行歌手就是这样。对，不好意思。对，我们就是自己唱自己乐团都要跟我们。对，我们比较 free 一点。对，因为人多嘛，所以一定要看指挥，才会整齐。比如刚刚那个。大小声，对，太 C 上，阿不马萨冲，对，呼吸啊什么都要看指挥。公公车呐，上空车哦。你会不会整他们呢？基本上没有太多时间可以整他们啦。哦，真的，对。因为我看过那个影片，就是有那个指挥啊，就所有那个老师乐器都拿起来，那他的手举起来了哦。就是他在这种严肃的这种，我们大家不用强玩一下，对，偶尔对，怎么会老师对老师在美国这个这个学习，那怎么会想要回来贡献给台湾的这个客家这个音乐？而且还是客家合唱团，客家合唱团。哦，从美国钱花完了就回来了。类似这种感觉啊。就很多那种青年回乡创业，你要觉得回来，我台北混不下去。哇，老师太实在了，很实在啊。是，应该一定有很多这个想法吧。事实上，其实我在高中带的合唱团，然后我们比赛，有民谣组的，我就是选客语组的。因为我也本身有1/4的客家血脉，所以我觉得我还是有这样的一个使命感，想要去传承客家的音乐。那高中合唱团比赛也都成绩不错，几乎都是全国的第1名。我们是稻江互家合唱团。稻江。对，我们都是全国特优。哇，就是因为你带领。对，是。哎呀，对，欣赏都有自信。讲到这个他就臭屁了，对吗？真的啦，真的没有。但是真的教的很好，因为英国大部分都唔系音乐专业的朋友吧，所以对啊，因为但是真的，我觉得这个大家感觉上是非常专业，非常专业，那种基础功都很好。我刚才底下看，我觉得哇，这些老师应该都是这个专科毕业的。他们还蛮认真，很专心啦。就我们训练过程当中，不会看谱，不会看谱，会啊会看谱，只有你不会吧？你现在讲出来了。对，而且我现场看到，你看那个这么年轻的，黑嗓哎，黑嗓哎，对，然后这个也是黑嗓哎，排谁哦？我还特别点出来，黑嗓哎，还忙是排谁啊？你看有人从高中生哎，你们共行吗？不会，不会啊。哇，你看不会讲客家，那你为什么想要参加这个团？因为老师在这边呢，老师指得好，我就会想要跟着他唱。所以你是稻江的学生 ，OK， 然后今天被拉来充数的，就不是，没有，本来就是这个团的吧？对，我也很重要的。有的啊，然后不要乱讲话，我这边的那个姐姐们一直在抗议。对啊，唱久也觉得客家歌曲其实很好听，真的很美。而且我刚刚看你们唱的那个第一首歌，梦想天堂，梦想天堂，梦想天堂，迄有两琴的，写歌曲，係啊，如果當到合唱團，我團就可能較傳統啦。佢唱嘅歌，我團較傳統嘅東西，歌謠版，但是你啊，我今日談到莫公用咧，同我談啊，新嘅歌曲嘅新嘅創作嘅東西，融合到呀合唱團，咁唱哦。莫公用，真的莫公用，東山，真係非常嘅厲害啊！係，好，安尼我再打落一條歌哦，打落去，打落去歌誒，係啊，好，大家準備好嘛？好，
准备好了。草马狗，凯丹狗，凯丹狗，哎呦，传统的，也传统，但是非常代表客家一条合唱团的歌曲，呀，迄唱起来哇，非常的这个气势磅礴，气势磅礴的，来，沙雷就来唱凯丹狗，来。阿卡贝拉正经动力会。那之前看阿卡贝拉比赛一冲，他们还要吹一个音，然后一个音准。对。音准这件事情，他冲团一冲毛呢，调他干油。给个音，他们自己就会就一在音就冲了。对，
对他们就会找了。哦，给个音就好。对啊，他们要给基准音啊。对，哦，就要不然大家就各唱各的。就像我们流行歌手啊，一个扣，对，哦，一个扣下去，好，那给个音，那我现在随便给个音，他们就会了。key 不一样，key 不一样之后我们等哈。只要是那个和声，实际上是可以的啦。哦，只要给第一个音是那个和声，他们就会找出来了。哦，他们自己就会自动分布好。对。所以这个是分几步啊？我们分4步。4步。一般我们这大概3步已经是不得了了，还4步。对，我们走4步混声合唱的路线，所以人家第1名啊。黑毛他冲团，他一定有一些细节，是就是不一样的。对。所以这个合唱团是跟以前吕景明老师也有一个叫台湾山歌团啊，台湾山歌团，俩还有，还是有啊，还在，还健在，还有江瑜玉老师，你不要这样，他们那个还存在的，还在，是因为太久没看到他们了，30几年了，30哦，并家的行叫啊，他们团体今年应该是36、7年了吧？一直在那个巡飞啦，他们一直在巡回表演。他现在走路线跟我们不一样，他走歌剧的路线，还有歌舞剧的方式。哦，那你们的是什么？纯合唱，纯合唱，混声合唱的。所以你要有接出国去表演嘛？有啊！我2年也太傻批了吧？全球，对啊，全球就是用全球把我们害到了，就一定要全球跑啊！永晴堂豆妹会觉得很惊讶。哇，那你如果这个名字取成宇宙超级无敌全球合唱团，你可能是第一批出太空的客家人。我们即将改名，要改什么？宇宙全球无敌客家歌剧团。哎，有没有今后啊？梦想远大嘛，怀抱梦想就会成真。对，我觉得是这样，一定是的。不管他冲条爱梦想天堂还是凯丹狗，都懂后堂。所以有去过很多国家表演嘛？其实没有，就我们去年有去布拉格。布拉格，对，捷克布拉格，他们是第1届的台湾日。哦，台湾日，就我们有办台湾日，我们台湾人去办的啊。有。这边的永晴朋友吗？他们回来台湾找我们团队演团队。客家永晴嘛，也不是，他不是台湾各地的各处，各处群模他们有包括这个什么歌仔戏啦、舞蹈啦，就是代表台湾各种国粹，对，这本土文化的部分，所以有这样的对，我们去38个人，哇，都自费哦。我正想问嘞，自费哦，自费啊，董中一撩就抽嘞，机票住宿全部自己出了，都是自费，就是你就问他个像我希望有压到几费啊？对，哦，大家财力也蛮雄厚的呢，去了38个人呢。那大家我看年纪比较增长的，可能就是已经都算退休人士。应该比较财富自由了嘛？对。那2位年轻的，你们钱是跟爸爸妈妈说，我们要为国争光。他们没有去，他们就是那2个没去的。所以你也没去。他们之后。哦，他一般有给费做的去哈。对，哇，出国见其他的国家，高流。去他们国家音乐厅，哇，唱起来真的很舒服。哎呦，国家音乐厅哦，哇。所以我们台湾的国家音乐厅有去了吗？有去过。就布拉格他们是国家音乐厅，我知道。我们台湾的这个国家音乐厅，对，即将会去，即将要去吗？哇，快了，好棒！是已经有受邀了的。我们还在计划当中，还在计划接洽当中。对，计划接洽、补助跟那个政府单位、文化单位交流当中。一听了，对。这个这么棒的团体没有按永义表演，在那个殿堂级的地方表演，跟声响切对某不一样。你光那个整个那个阿卡贝拉，如果在那个剧场的那种呈现出来，对他们就是专门做给这样子的表演形态。不止冷
的话，还会起鸡麻皮。给马皮，还有些吧，有唱罗斯风，去帮你们 B-box。哇，真的非常欢喜啊！有这样的按专业按后全球客家声韵歌剧团。对啊，因为按抖音吼，冇办法一唱名啦，系啊，排戏啦哈，系啊哈，说的哈，啊，希望也都要以后多来。好不好？按咱们团体的创国文他个堂啊，可以吗，老师？可以，当然可以，可以，非常荣幸，也希望下次有机会能够再来上罗哥跟其他姐的节目。不好意思，我们就只有30个便当，你们大家自己分配一下，你们自己人要瞧一下，自费好了。志梦同真欣赏，还有一个梅文老师，谢谢老师啊，今天非常多谢其他的来安尼展现这个国语吼，安尼按磅礴大气的个呢，安尼合唱团上歌声，但系希望安尼乡亲朋友今日看到又有欢喜啦，看到也爽快啦，哎呀，希望好唱歌的朋友卡个夹来报名啊！会不会觉得好唱歌的朋友啊，全部人不会冲，浪66667浪6不是打电话，你自家留名的就好了。天师级投钱的朋友就是打电话来。好，今日非常多谢所有观众朋友，什么那个？多谢，没有多谢，哎呀，所有全球客家声韵合唱团的好朋友，什么总统郑先生，还有陈梅文老师、安子生。还有我们小强老师，什么小强老师、乐队老师辛苦了，还有烟囱公众也很辛苦嘞。哎呀，希望大家我唔记得咯，下禮拜同一個時間嘅時間呢，老年大擂台，老年球啊！